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2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34天。截止到现在，乌军还在库尔斯克，还占着1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领土。虽然普京再次下令俄军在3月底要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看样子这个3月底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恐怕这个愿望又要泡汤，又要落空。关键这个赶出库尔斯克这个愿望落空还不要紧，这普京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葫芦没有按下去，瓢又起来了。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通过多份卫星图像对比，确认乌军目前已深入比尔格莱德州20公里，新控制俄罗斯领土150平方公里。最值得这个关注、值得表扬的是乌军的第3集团军第3突击旅1营，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也就是1天多1天1夜，正式解放俄战区卢甘斯克州的纳迪亚定居点。乌军在杰尔任斯基大捷，俄军失去托列斯克，整个顿巴斯南部战线现在都面临危机。主要原因是俄军的战术能力不足以支撑战役级的胜利。由于俄军3年来释放了过多的军事动能，已呈现出后继无力。俄罗斯的无人机跟乌克兰无人机出现互射，俄罗斯的无人机开始频繁袭击乌克兰，说明俄军导弹储备正在见底。俄罗斯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导弹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只能使用无人机。这个军事记者弗拉基米尔·罗曼诺夫在电报频道说，乌克兰军队控制了比尔格莱德州的德米多夫卡村，乌军再次控制位于比尔格莱德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区的德米多夫卡村。这一消息表明，自2025年3月初以来，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激烈冲突场所的边境地区，战斗仍在持续。据罗曼诺夫称，德米多夫卡是靠近乌克兰苏米州，就是苏梅州边界的村庄，该村庄被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战地记者强调，局势仍然不稳定，俄罗斯军队尚未能够重新夺回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得德米多夫卡成为比尔格莱德州冲突的关键点之一。州长弗拉基米尔·德拉科夫此前多次强调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局势复杂性，由于军事行动，该地区已宣布撤离居民。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俄罗斯什么第一频道，也就是电视台的记者一帮人坐着装甲车大概是从库尔斯克到比尔格莱德前线，也就是乌军在比尔格莱德不是开疆拓土吗？那俄罗斯的这些宣传员要到前线去要宣传，结果他们乘坐着装甲车触雷，也就是乌军恐怕或者是俄军他们在这个交火地带布了大量的雷。那现在布雷很先进，都是靠布雷的车子抛，一夜不知道布多少平方公里的雷。俄罗斯的这些宣传员终于尝到了这个战争的残酷性，有好几个记者还摄影师好像是被炸死，一部分受重伤。当然了，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那个发言人扎哈罗娃把这个算到了乌军的头上，说乌军用武器摧毁了这个故意蓄意打击这个新闻采访车。当然这里面这个也有可能是乌军的海马斯打的，但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些在前线这些名义上是记者，实际上他们不是新闻报道，他们是宣传员，严格意义上他们不算新闻记者。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去唱赞歌的，歌颂俄军的。乌军不仅自己在库尔斯克，乌克兰的空军也加入了对库尔斯克的控制。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乌克兰空军成功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州康德拉托夫卡的俄兵力集中地，摧毁了被占领的设施，消灭了多达30名俄罗斯以及朝鲜士兵。这个新闻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在库尔斯克，现在的乌军他有了制空权，所以根本就不怕俄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3月26日表示，他说俄方正在对苏甲天然气枢纽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该枢纽作为北溪管道上的关键节点，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具体修复进程取决于未来能与欧洲国家达成哪些能源合作协议。诺瓦克还表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克罗波特金石油泵站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但受设备供应和工程复杂性影响，目前无法明确完工时间表。也就是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以及巨大的损失。乌克兰趁现在还没有停火，
停火协议还没生效，他就加大力度打击这些基础设施。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媒体报道，他说一群来自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们，他们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政府将扣押的3000多亿美元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而不是简单的用这些资产的利息来支持基辅。参议员们已致信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和欧盟应将其持有的资产作为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共和党人叫格雷厄姆以及民主党人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蒂姆·凯恩签署了这封信。格雷厄姆很有意思，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发生争吵之后，这个格雷厄姆好像就开始攻击这个泽连斯基，还说要把泽连斯基选下去，应该是这个共和党参议员。你看他这回他又支持美国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给乌克兰。这封信反映了美国政策向有利于俄罗斯方向转变，以及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人对此做出政府回应。长期以来，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呼吁利用俄罗斯资产重建乌克兰，并向俄罗斯施压。他们还询问了利用这些资产为乌克兰购买国防设备的可能性。希望美国的国会像这样的议员要多起来。3月26日，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俄罗斯仍然是北约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吕特在波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当今难以预测的世界，增加国防开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忘记，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联盟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北约秘书长吕特可笑又可悲。确实是，这个北约他就完全依附美国。如果美国不再支持欧洲，那北约的存在的必要性就是打个大问号啊！关于北约，这个乌军的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他也有意见。他在一个论坛上说，北约第5条款虽承诺集体防御，但这一条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也从未奏效。这个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近日在与乌克兰天主教大学这个大学生交流时说，大家看视频。Дивіться, країни Прибалтики це розуміють дуже чітко. Вони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нема ніякої там 5-ї статті. І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Польща це розуміє. Куди періодично падають то наші ракети, то російські. Румунія взагалі все розуміє, тільки мовчить. І інколи дзвонить мені, каже, мовчи. Каже, ну впало 2 шахеда в порт до вас. Чого ви мовчите? Мовчи, каже, я тебе прошу, понімаєш? А потім він дзвонить, каже, ти на що, каже, включив, каже, ці ваші реби, каже, вони, каже, полетіли до нас. Я кажу, то збивайте, кажу, у вас 40 F-16 стоїть. 也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导弹飞到了波罗的海3国，飞到了罗马尼亚，他们装作不知道，他们有，对吧，几十架 F-16战斗机，他们有电子战能力，它可以击落这些无人机，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不确定北约第5条款是不是管用。万一这个罗马尼亚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俄罗斯要跟罗马尼亚开战，那北约如果不管，那罗马尼亚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扎卢日内说，这个北约第5条款虽承诺集体防御，但这一条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也就是罗马尼亚、波罗的海3国被打了，也只能自己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默不作声，装作没有打，而且还不要让扎卢日内说，实际上就显示了北约的这个软弱性了。我们再看这个美国人巴菲特又再一次援助乌克兰，这个股神巴菲特长子叫巴菲特·霍华德，受父亲巴菲特委托，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向乌克兰捐助8亿美元，另外还向乌克兰民众提供1亿生活用品。目前为止，巴菲特向乌克兰捐助达到了14亿美元，世界个人捐款破纪录。这个巴菲特·霍华德还说，总统先生，我为你的勇气和坚韧不拔感到敬畏。泽连斯基说，我为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和感激。这个才叫富人。巴菲特这叫表率。就马斯克虽然是世界首富，但是可以说叫为富不仁，助纣为虐。这个马斯克跟巴菲特那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巴菲特3年来给乌克兰捐赠了14亿美金，而这个马斯克从这个星链中到底赚了多少钱呢？这些就不说了，就是马斯克捐款，还是说星链免费使用，或者打折使用，或者是收钱，这都不要紧，在商言商。但是马斯克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攻击泽连斯基的反抗侵略的行为，这个确实理解不了。我相信巴菲特他已经90多岁了，他的判断应该没问题。谁是谁非，谁好谁歹，股神巴菲特，对吧？他是经历过2战的，他应该比一般人看得更远。欧盟今天再次重申说，欧盟不承认乌克兰临时被占领领土上的假公投。欧盟支持乌克兰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并不承认俄罗斯在临时占领乌克兰地区举行的所谓的公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希佩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他回答了有关欧盟是否准备在未来和平谈判中讨论乌克兰某些地区地位的问题。他表示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想重申2个至关重要的点。第一，和平谈判具体条件应由乌克兰自行决定。第二，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乌克兰问题。希佩尔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持续袭击行为表明，俄罗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他强调，欧盟持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向其提供了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6轮制裁，并且正在筹备第17轮制裁措施。此外，欧盟还通过了旨在支持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希佩尔指出，他说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指的是这个在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搞假公投的事情。他说我们重申了对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并明确指出那些所谓的公投完全是捏造的，是在枪口下进行的。言下之意，就那个公投不具备法律效益。我们再看看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沙特的会谈，最后结果怎么样？现在双方都在扯皮，三方。我们首先看俄罗斯卫星社3月26日报道说，克里姆林宫25日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已就暂时终止对能源系统打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设施清单达成一致。据报道，上述清单涵盖了炼油厂、石油、天然气管道和储存设施，你看看，都是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目标，包括发电厂、变电站、变压器和配电盘在内的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核电站以及水电大坝。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5日早些时候公布的通报，会谈主要成果包括5项，其中之一是俄美为停止打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制定措施。关于这个呢，泽连斯基是怎么表态的呢？3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记者表示，部分停火应在宣布后生效，乌克兰正在等美方信号。乌克兰已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战略基础设施清单，也就是说，互相攻击能源设施，这个似乎俄乌这个分歧不大。那乌克兰的意思是等着美国通知，那就双方都停止对能源设施的攻击。那关于黑海安全，关于美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达成的协议，暂停在海上和能源目标上的攻击，并同意推动解除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俄罗斯周二表示说美国已同意帮他解除一系列西方制裁和对食品、化肥以及航运公司的限制，以作为达成黑海海上安全协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俄罗斯人他说要在黑海停火，那你美国必须要答应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要取消一部分，完了之后你还要帮俄罗斯那些化肥、食品，你还帮他找销路。就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表示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俄罗斯有关解除制裁请求。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特朗普回应他说，我们正在考虑所有这些条件，大概有5-6项条件，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条件。但是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怎么解决？你还得欧盟同意，欧盟你不让人谈判，不让人过来，不让人参与，那不就是在这也是瞎扯淡吗？因为俄罗斯他黑海停火的设了个前置条件，他的一些制裁要取消，完了他的化肥还要找到销路。欧盟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三表示，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将是解除或修改欧盟制裁的主要条件之一。你先把部队撤走，这是欧盟解除制裁的条件之一，恐怕还有别的条件，你撤走了之后也不一定给你解除制裁。欧盟各国在1月底和本月初分别将针对俄罗斯的2项制裁框架延长了6个月，任何对制裁的修改都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该发言人表示所有俄罗斯军队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全境将是修改或解除制裁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你看看欧盟这回尿性了，就得硬气一把。你俄罗斯黑海停火，你要设置前提条件解除制裁，那欧盟也设前提条件，对吧？你要解除制裁，你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来吧，谈吧。你看看特朗普怎么协调这27个国家。外交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克里姆林宫列出的多数限制措施与欧盟的制裁和限制相关。我就一直说，对俄罗斯制裁最厉害的就是欧盟，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其实有用，但是问题不大，因为他们之间本来贸易就少，打交道就少。关于黑海停火协议的监督执行，乌克兰方面提出，他说与美方同意建立
监督和控制协议执行的机制，允许包括土耳其或欧盟成员国在内的第三国参与这一进程。你看，把土耳其拉进来了。土耳其它控制着黑海呀，博什普鲁斯海峡。但是现在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现在正面临国内问题，国内的政局也是动荡不安，也不知道埃尔多安有没有这个精力管到这个事情。那关于最终的停火、领土问题，泽连斯基说，他在这个美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谈后发表声明说，莫斯科对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从而达成停火协议不存在。俄罗斯说什么都不重要，我们必须遵循我们的战略。特朗普希望获得美国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但我告诉特朗普，转移核电站是行不通的，没有我们转移就行不通，转移给俄罗斯也行不通，没有人会把电力交给俄罗斯人。泽连斯基说，与俄方谈判最艰难的问题有两个，即领土问题和全面停火问题。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会谈期间，乌美代表团没有讨论领土问题，但他认为美俄代表团可能讨论了领土问题。乌方没有就领土问题与美俄达成任何共识。虽然特朗普他依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努力和所谓的私人交情来让普京同意停止战争，但是乌克兰显然没有这样的幻想，至少他有自己的底线。根据媒体报道说，基辅社会学研究所在美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分享情报后，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即美国如果最终停止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该怎么办？是否愿意仅在欧洲支持下继续战斗，或同意俄罗斯的所有要求投降？8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乌克兰都必须继续战斗。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不再支持的话，会倾向于接受投降，也就是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是乌克兰的主流意见。所以乌克兰人在沙特的利雅得，他们就拒绝与俄罗斯代表团会面。本来美国恐怕还要撮合俄乌双方见面，进一步就领土问题进行一轮沟通，但是乌克兰代表团拒绝与俄罗斯代表团会面，所以进一步谈判流产。那你想想，乌克兰代表团在利雅得，他跟俄罗斯人见面有什么用呢？这个乌克兰的宪法都写了，谁要谈领土问题，谁要割让领土那就是叛国罪。好像他的宪法就不允许你谈这个，乌克兰代表团不可能去谈。所以说，停火涉及到领土问题，这是一大障碍。根据特朗普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三方在沙特的会谈可以说是基本上失败了，谈崩。3月25号，俄罗斯安全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公开说，谈判桌上连半句共识都没捞着，特朗普的停火大计彻底泡汤。那特朗普这边什么态度呢？最新的态度，根据 CNN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但可能在行动上有所拖延。这个判断跟我判断是一样的，对吧？最早我就说了，普京肯定是同意停火，盼着停火，但是因为他在战场上他认为他占便宜，所以他就要拖。还有一个，也就是普京他就利用了特朗普急于要停火，你越急他越不着急，这是一种心理博弈。谁急着停火，这玩意就是玩那种叫大眼瞪小眼，谁眨眼谁输。这个特朗普说，俄罗斯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泽连斯基也希望如此，但俄罗斯似乎在脚步上有些缓慢。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发表在俄罗斯提出关键条件的几个小时前，白宫认为这项协议可能是缓解冲突的重要一步，但距离实现全面停火仍有差距。特朗普在谈到这些条件时，什么条件呢？就是这个解除对农业银行及其他食品出口相关的金融机构的制裁，并把他们重新接入 SWIFT 系统。一接入 SWIFT 系统，那又麻烦。这 SWIFT 系统不是美国说了算呢，他那个董事会，美国好像也只有2票，他20多票，连日本、什么欧洲那些国家都在里面投票，你美国只有2票，你同意，所以想解开制裁，你绕不过欧盟，而俄罗斯偏偏要解除制裁。这个也说明俄罗斯一贯以来3年以来宣称的，越制裁它越受益，这个越打越富，简直就是个笑话。普京每天宣传说，正因为西方对我们制裁，所以我们才更强大，我们把国产实现了国产化等等。结果谁急谁自己知道。他把解除制裁放在第一个，实在不行把我们农业银行接到 SWIFT 系统里面，因为这个农业银行被 SWIFT 的这个系统给踢出去之后，他都在国际上没有办法交易，他的粮食只能白送给这个非洲，他交易怎么交易呢？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对协议的潜在意义表示谨慎乐观，但也承认协议的内容未能达到白宫最初提出的30天全面停火目标。我们现在就看特朗普他对普京忍耐到什么程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特朗普是胡萝卜加大棒，
在俄乌停火这问题上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遗憾的是，大棒给了乌克兰，胡萝卜给了俄罗斯啊！但愿胡萝卜有毒，这是泽连斯基自己说的。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怎么样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准备承受15万亿卢布的损失。3月26日消息说，到2034年，俄气对欧洲和土耳其的供气量可能降至每年340亿立方米，比2019年减少5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预算将出现15万亿卢布的缺口。英国金融时报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转型报告中了解到这一信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转型报告已于去年年底发布，供内部使用。此前，该公司正式宣布进行大规模转型，将涉及大量裁员和关闭多个部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预计今年将向欧洲和土耳其供应4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一结果将导致负现金流，使公司的支出将少于收入。你看看，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急于要停止对能源设施的打击。我一直说，这个普京他接受的停火都是对他有利的，首选是能源设施的打击。俄罗斯真的扛不住了。为了弥补欧洲市场大量份额的损失，该公司正在提高俄罗斯国内天然气价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效率一直远高于其母公司，但它也将失去独立性。预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部将解雇1600名员工，约占所有员工的40%。3个部门正在被清理。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这个情况，就知道俄罗斯钱袋子恐怕是越打越瘪。再加上乌军把苏贾这个计量站，还有一个土耳其西棒仗，那乌军没事就过去炸一下。土耳其西如果炸停了，那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在特朗普的帮助下，要求乌军停止对俄罗斯这个能源设施的打击。俄罗斯人说，在特朗普的帮助之下，普京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当然了，我们希望这是特朗普在忽悠普京加仓，信心恢复是好事嘛，对吧？俄罗斯在加仓，就像那个小散为了这个回本，为了扳本，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加仓，最后加得多亏得多，最后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